那虽然我要离开交通部，我还是会是一个志工，会从旁来关心跟协助台铁的改革跟进步。在过去这个17天以来，我们交通部跟台铁还有各界投入抢修的工作。那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能够如期的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间提早1天，能够修复清水隧道，那加强周边的安全防护之后来通车，也算是善后工作告一个段落。发生这样的灾难，大家都有万分的不舍。那跟呢我们交通部同仁的很多的自责，但是也是要擦干眼泪，那么重新站起来。那唯有更彻底的改革，那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我想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政务官，我除了负政治的责任，也能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跟社会。那虽然我要离开交通部，我还是会是一个志工，会从旁来关心跟协助台铁的改革跟进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台铁41024号的区间车上，而这也是在太鲁阁出轨事件后呢，台铁的首次通车。那么在稍早已经通过了崇德和和仁之间的事故现场，而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在今天早上5点27分自宜兰上车。那我们稍后在7点多时就会抵达花莲，让我们听一下稍早时候的访问。所以在大概6点36分左右经过花莲清水隧道。那我们这几天同仁也很辛苦，已经完成了抢修整个工程。那特别是对这个隧道里面的所有的修复包括安全的检测跟周边的铁道附近的区域也都完全安全保护。所以我们今天这次来这个坐这第一班通车的列车，也能够确保行车安全，也让我们未来的乘客都可以安心，能够在卸任前能够把这个通车能够实现那让未来接棒的人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也算了解我心中的一个责任好的，那么原本预计呢是在4月20号通车，今天是4月19号，等于是整整提早了1天了。而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即将在明天正式辞职。那稍后林佳龙部长到现场之后呢，也会到当地的公庙还有教会进行相关的探视。而台铁之后的相关整件工作，正如同林佳龙刚刚所述，将留给下一任部长继续处理。往前开就会经过太鲁阁号408次事故路段。慢行45公里，慢行40公里，再给它翻一下。
好的，那么列车稍后即将在7点多的时候抵达花莲，而林佳龙稍后也会在花莲进行访问，请随时关注Now News 今日新闻，带您掌握最新消息。